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子。太阳观音新屋一大笔的造就俄罗斯已经有7500年历史的，也都有摩羯珊瑚藻规划过后形成的此屋造就，平均一年差不多2.1公分。不过，本单有27公里安长的俄罗斯海岸，沙枪村到34公里的，因正受到洋村的水污染，俄罗斯会死呛呛的。国家应付伊的按多年咯，农委会同台湾政府4月15日就野生动物保育法同关心俄罗斯或做野生动物重要固生环境，面积总共有396公顷。不过，采地环保人士认为，野保法被管制唔拉严条，因此整体应该按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来落实自然保留区。县政府则讲，先划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未上10日报告之旁的状况，1年过後，能來決定還需要來劃一個自然天然保留區麼？到咗保護區也算保留區，對俄羅斯對居民有用呢個政策，又會有乜嘅改變呢？向下來關心。5月頭屆住咗造勢，政府回順其中的規劃下，台上喊得口號，開始航向回順。就算落水未為完成基本嘅政府，仲要哪能不退入垃圾？仲要聽你解說人也是俄羅斯生態。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水中裡面很多粉紅色的東西？對啊，石頭。哇，是石頭嗎？石頭看到粉紅色的哦。這才是真的這個。哎，對，那個還是我們現在講的藻礁哦。面頭前嘅事物對小朋友來講都新奇，超簡單，很久很難都會驚喜。你有沒有看到它有三角形往上凸的感覺？有沒有像農夫的戴的斗笠？有啊。有沒有？所以它叫做櫟螺。有看到寄居蟹，還有螺，還有螃蟹。還有沒有覺得這邊生態很豐富？綠色的那一種會成為小魚的食物，然後粉紅色那一種就是死掉之後會變成這一種就黑，就是咖啡色。結果發現應該很多民眾看錯了，因為老師說的藻礁是屬於那石頭上粉紅色的那個才是藻礁，可能很多人認為那個海菜那個紫色的啊，或者是綠色，可能會有人認為是那個東西。俄羅斯係乜嘅呢？那一群突然風沙嘅世界說人，每當你嘅為了太學生解說。這紅紅是什麼？哦，珊瑚藻。然後因為它那個累積的就是速度非常的緩慢，所以如果像我們原本有27公里長，但可能要花上好幾千年。目前觀音這邊的藻礁是全台灣最大的，那因為它本身的礁體，它其實就可以保護那個海岸還有陸地。可是現在政府就是因為很多政策，所以就是直接在藻礁上面蓋了一些海岸的工程，那就直接破壞了它的生態。原本有27公里，現在只剩下3-4公里了，所以我們要珍惜。那如果沒有藻礁的話，會怎麼樣？以後就看不到這些美麗的生態了，看不到招潮蟹、海星，然後寄居蟹啊，然後一些生態都看不見。成日嘅會議當中，談起出手里落唔盤的，轉為幾到啲，面頭前兩俄羅斯要結轉回嚟。
初恋伫台南安然累界南台附小的學生兒，未伫7張眼之內，來看嚟上白，佢哋講解歐羅莎阿公。哪一種藻會造膠？對，烏節珊瑚藻。烏節珊瑚藻它就一層薄薄的，然後呢，1年之後它死掉了，就會骨頭就會鈣化，明年再新的一層骨頭又鈣化，一層一層的疊，就很像我們的千層派一樣哦。透過考場，小朋友認識咧，伫200多公里之外安然界土壤歐羅莎，哈那實際來到現場，佢哋看到咧歐羅莎生態內嘅豐富精彩，實也見證咧希望歐羅莎嘅悲傷。隨住去年5月，全港600多嘅小朋友發起一年一成救歐羅莎嘅活動，小心兒搶總統來救歐羅莎。我看到最不一樣的是，在第2次的時候，我沒有去看到污染的地方，那裡我沒有看到一隻很大隻的死豬，還有那個石頭都被那個污水污染成紅色，讓我覺得很有感觸。就是看到藻礁被破壞了很嚴重之後，水都是很髒。就覺得跟現在這邊是完全不一樣。那為什麼要寫信給總統？因為我們是希望能做自然保留區，而且工廠一直排放廢水，使它面積越來越少，它到最後會滅絕的。就是寫說請他趕快設立自然保留區，讓工廠不能再亂排放廢水，不會讓藻礁再遭受污染。他們對自然生態，我覺得會更去珍惜，所以他們對自然的觀察敏感度就會變得更高。然後來這邊就不斷的在問，那老師，那什麼時候可以設立自然保留區？所以這個議題對他來講會很關注。土壤歐羅莎已經有7500年歷史，較提入是工廠安盤，係全部草膠，當年上木兩2公分，老土不草膠嘅珊瑚礁冇強容，選種嘅屬土含冇珊瑚礁嘅是古質。推台會中研究所所長大創鳳係頭一個發現兩條歐羅莎嘅魚。16年前，佢接受委託調查土壤回旋經驗，將認為發現了乳歐羅莎。那我一看呢，就發現說，它表面上雖然很像珊瑚礁，但是實際上呢，它是藻礁，是由那個殼狀珊瑚藻建造的礁體。雖然這個礁是一樣，但是它結構不大一樣。那我們也發現說，這個藻礁呢，其實那時候已經面臨危機。只有呢，基本上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哈，然後那個環境也開始破壞。除了說大創鳳認為歐羅莎為安全貴，係認為第4波回旋都係300個素材出現較少，係當上唔到嘅事情。同時，歐羅莎還能記錄了台灣規則回中環境嘅改變。可以推測7000年以來西部海岸的變遷，還有環境的變遷，比如說雨量啦，這個溫度啊，這些變遷都可以從那邊找到這個相關的訊息，所以它是一個很珍貴的資產。因為空洞洞嘅歐羅莎，係那半年輕就係會中嘅主戰方，大大細細嘅超市提供會中生活，要學抗留生活嘅空間。啲技術嘅觀察落監測行動度，2021年才提向前入四季，係那發現呢一種台灣冇登陸嘅金門式毛蟹，蛇腳吞入海，之前未試啲偏東去海落白會眼19個紀錄天。水島以南部就看25隻。開始舉鬥，所以講代表講哈，兩大螃蟹在關心藻礁裡面，這裡講係其大為首，係其棲地。我們在其他的珊瑚礁區，其實很像沒有記錄到這種螃蟹，所以我們很確定說，藻礁區它有一個很別於
台湾不同的海岸生态系的生态系。为了保护出没几多嘅俄罗斯生态内，你要求老土人政府第4月成为嘅公告，照热性动物保护法，落俄羅斯起或做熱性動物重造棲息環境，範圍包含咧關注向大潭田涌鹽水口南部以南，到新福鄉潤興村、潤安村嘅俄羅斯海岸，總面積396公頃，包含中小利容器229公頃。列咗素材就得進行傳統5日發圖，分充器201公頃。建構宣稱就得做環境教育、科學研究，留核心期76公頃，兩會係啱挑關注嘅素材，兼主任好改變，也係破壞機人類嘅狀態，為建構體系產業的也係啱背離。不過，環保團體認為，這部法嘅保護強度唔大，只留你來出希望，仲很難啱挑嘅文化資產保存法來劃自然保留區。不過，你用野生動物法啊。我罰幾多坐牢6個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動難，因為這個案多，你要破壞到野生動物沒有辦法棲息，你才可以去告發它。如果你劃為自然保留區以後的話，所有的進入自然保留區裡面都要經過申請許可，不管是當地的民眾或是外面的人。香港劃嚟自然保留區過後，就唔得持有專業，要嘅機密並唔暫時使用文字法。從機構啊，係講不禁止嘅啦。我睇家嘅海生法研究啊，感覺到就講係唔方便啦。最精華嘅地段啊，來適當嘅保護，冇本應破壞嗬。一出嚟本應去參觀啊，感覺到要則好嘅東西啊，我本大家都去看。地頂好，總得講，認真唱總得落講，該失去該可能嘅重大嘅意義啊！佢大家海水已經從佢做下樣啊，從佢隨人樣啊，佢平常佢跳擺佢有限嘅飲攞去食啦，做幾條來食啦，按佢冇法度落去啊，錯冇？所以呢個文字法嘅影響咧就不詳。係講核心區民眾做得係做乜嘢？any自然保留區，any開放就買唔錯，做唔得。我想了，全部嘅天才，any 主管機關佢嘅決心樣辦？你污染管不好，卻管我們民眾不可以進去，哪有道理呢？所以環保團體就建議，就得攞核心區或做自然保留區，就得鬆重保護。不過4月17日自然條件諮詢委員會評估過後，認為核心區關注強度，攞自然保留區差唔多，唔是重複劃設。那如果你用2個重複的劃設的話，反而是將來要處罰或者說違規時候要適用法規，反而會有競合性。所以就是先讓我們先劃設野生動物保護區，每3個月呢報告一次我們執行的狀態，然後1年後呢再來決定，還需不需要劃自然地景保留區？用動保法然後文字法劃定自然保留區也好，那個這些法令法律實質上只有宣示意義。按對賣法律的法對了為保護佢，認為冇講當有實質嘅幫助。最主要係你工廠了就工廠工業氣也好，私人也好，了就跳排了就污染物，那個水流都係你控制好，你控制好，你唔是犯法多的。張向俄羅斯省最近最大關鍵係水質，土壤灰岩因為工業惡作水污染問題都厲害。後查證家屬講，俄羅斯生態內資金強會破壞強烈。我是覺得桃園海岸有一個特色，它的工業區離海岸很近，所以它的排水在從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排出來的過程，它幾乎沒有注入河水去中和，所以它到海邊的濃度還非常高，所以
可以造成桃园的海岸完全没有生物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污水的浓度实在是太高了。也就是所有就是我们桃园的或是附近的新北市或新竹县的这些污染源，我们都尽量要让它降低，不然的话这些都飘过来啊，那飘过来的话，不是只有我们桃园的工厂会污染哦，到时候我们只要查出来是新北市或是新竹县的，或是说从更南边的，或是台北市的，我们照罚哦。欧洲水对南类太自然为致命，伫土壤灰岩发现到介强欧个，顺便的重金属委会就极力会。我就是人来去挖出来全部绿牡蛎。你要表示讲，你土壤的海岸全部重金属污染。比如讲来回旋洞都你那验该到攞根本是唔得嘛，买无西窗是发一条因嘛，做嘛做一点公布，让老百姓地公了回旋归下遭受污染，动东西是唔得验唔得。在那个重金属的污染上面，我们还要再更加的防治。那我们也会告诉附近的渔会，让渔民知道，就是说这些有污染的东西就不要去采捕，因为呢，那个吃了对人体不好。土壤人政府講，2-3週年離高進政府回水已經查到248敗，罰了56件違規工廠，罰款1200萬元。不過，呢條數據代表嘅係政府有啲嘅硬票起地，也係工廠根本就唔硬咯。台灣係做幾多環境好犧牲，或者發生土壤保護區，做得放俄羅斯嘅狀態繼續惡化麼？做得到工廠歐洲水技術排放麼？